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最近总统大选有一条新闻取得大家注意，就是某一个候选人提出了讲，要来冷冻卵子，要来挽救着少子化。冷冻卵子一遍会当补助2万块，讲是咧挽救大家减生囝。那么专家意见是几大摊，有诶讲是生殖法律爱修改，啊，阁有质疑资源乌白沙，尤其是好是女性敢是生育会当自主化。咱今仔日请到专家好好来讨论。咱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台灣生殖醫學學會理事何信儀何理事。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黃淑英。係，主持人好，各位聽眾大家好。那麼第三位職業律師陳明秀。大家好，我是陳明秀律師。那麼第四位呢？是有議員今麥還佫咧想講要來冷凍卵子的上班族賴小姐。大家好。那麼首先，互大家先來熟悉到底這是什麼代誌？因為某一位總統候選人宣布了這個代誌進前，其實台北市嘛開始咧演議講，因要來試辦醫療性的凍卵子，那麼補助呢，予40歲以下得到癌症的婦女。會當有機會會當做媽媽，那麼一個人上濟補助3萬2，明年1月份就開始台北市聯合的這個病院開始試辦。着癌的婦女可能因為癌症造成袂生，為要讓着癌婦女會當維持生育能力，台北市首創全國性的明年1月起會試辦醫療性凍卵補助，讓着癌的婦女有機會會當做媽媽。算是受用啦，因為就是給有些女性有多一次的機會，可以再選擇不同的未來。事實上，湯市甲新竹市攏已經宣布針對25至40歲女性推出凍卵補助，湯市每人上懸補助2萬2，新竹市上懸補助3萬1。那台北市是針對40歲以下着癌女性，經過醫師評估有凍卵需求，每人上懸補助3萬2。也毋過婦女團體認為，敢若靠人工生殖補助，無法度挽救少子化問題。對我們少子化整體的趨勢來講，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幫助，但是很可能會花費我們納稅人非常多的錢。衛生局目前都在研議，我們也在收集專家學者各方的意見。婦女團體指出，想要讓少年阿母安心生養囡仔，需要營造友善的育兒環境，而且凍卵婦女若想要改動使用，有緣受人工生殖法限制，因為即馬法規限定，未生的異性戀阿母才會當使用冷凍卵子，排除同志甲單身女性，呼籲中央應該檢討修訂相關法規。記者綜合報道。那麼各位呢，看到這條新聞，其實呢，上主要是第一。這有通挽救到這個少子化，我幫助你一擺凍卵，互你2萬塊，這當有通促進你講我想到我要來生，我以後安怎，這一擺2萬塊。但是在座專家可能有真濟無同款的意見而且對着女性這個凍卵，是毋是真正對着身體有幫助，或者是講？對着咱自然應該安怎來做順序？咱先來看一般的凍卵如何進行啦。那也許一般男性攏唔知安怎講來大家來聽。第一拍這個排卵針啦然後這一般正常的抽血、超音波看這個卵泡這卵泡是會使也袂使感情，所以咱醫師會當講啦然後麻醉。麻醉了後來取卵另外卵子來冷凍了後你注意咱特別是結婚了後是安怎？因為咱台灣即馬佫無許可講你未婚你會當去找什麼另外一半恁後生也是恁查某囝的老爸你唔知伊啥人來用，像佫袂使，所以咱寫結婚了後刷來才一般即成流程。醫師，我先甲你請教這雖然我家己，我甲阮太太，阮嘛是用做的，
吼。啊，所以我也知影讲，伊痛苦无痛苦？老实讲，阮太太是还好，吼，伊感觉伊还好，但是有诶是还袂叫母啊，吼，敢若要注射还袂叫母啊。但是阮太太是敢若无感觉，敢若马上定安尼，吼，这每一个人无共款。到底做这即马对一般医学来讲，这是毋是问题？无啦，做这当然咱的成功率已经真悬，无毋对啦吼。啊，过即摆是问题是讲吼。咱的人工生殖，咱做这试管婴儿，到底有法度帮助到小资化无？这是一个问题所在嘛吼。咱即摆是讲，咱也是要解决小资化的问题，咱应该是叫人即摆去生，即摆就来做，啊，即摆就紧结婚紧生囝，自然来生囝，啊是自然生袂落来，即摆紧来找咱作为试管婴儿医生，即摆紧做，即摆紧生。啊，你毋是你动乱是讲吼，你即摆会当生，你无爱生，你要以后才要生，所以。其实你喺理论上来讲，你动乱这个动作吼，其实对咱的小资化是有败害的。因为你讲你即摆会当生，你敢会使讲解决咱即摆小资化的问题？你结果你即摆无爱生，你要以后甲生，按过你以后敢生会出来，咱无法度决。咱动乱一个上大问题，我袂当甲你保证讲你以后一定生会出来嘛。伊这毋是一个保险嘛。所以你系做动乱这，你根本你理论上你是互你的生育率会搁较降低，无法度提升。上无提升啦，对啦，无提升啦，无提升嘛。你若要提升，应该是即摆就来生，即摆就毋是医学性的问题咯，这纯粹社会性的问题咯。这我来请教你事长，你对着这个候选人提出来讲，哦，我即摆一摆过来补助2万块，哦，会当来解决这小资化30岁至40岁，你个人的意见？嘟嘟这位医生已经表示过，讲你远水救近火吼，是袂当解决这个小资化的这个问题啊。啊，这里面这个所在，咱讲结婚后会当做这嘛毋是安尼尔。咱的法律是结婚了后，我不孕症再当做这个人工试管婴儿吼。啊，因为我即摆讲就是讲，咱这个爱知影讲，咱查某人有这个选择无？我感觉查某人要去选会使，但是毋是伫个咱的人社会甲咱讲，啊，你30岁以后，你就是生育的断崖，啊，你惊吓去做这个代志，吼。哦，安尼颠倒是一暗颠倒个暗示哦。嘿，暗示，啊，再变做再搁加一寡商业的操作吼，煞变做查某人才逐工咧想讲要不要动乱这议题。这个议题，我是感觉讲，那有迄个需要，吼，你经营有迄个需要，你去动乱，我感觉无问题。但是如果是在有一些炒作之下，哈，去从的产生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今仔日这么侪这个政治的因素提出讲要选举到啊，前年选举嘛有讲到这动乱的，嘛有补助这代志，啊，今年选举也变做一个议题来讨论。我感觉今仔日咱讲到转来讲，政府要补助我这个代志，吼，有伊的，敢若讲伊的目的是啥？伊若要讲要减掉讲帮助这个小资化吼，这咱已经知影，迄个可能性低。哦，安尼2票啊，安尼2票。啊，另外一个就是讲吼，你补助的钱足少嘛，你才2万块尔，恁动乱子，爱一摆上少爱10万块，啊，以后每一年拢有迄个保存费，1年8000、1万不定嘛，吼，啊，搁较来就是讲，你今仔日毋是，咱确实讲，咱有修法成功，毋管啥物人拢会当用吼，啊，这个你若毋是不孕症的人，你可能就袂着这个政府的补助，这个后壁这个，这个做这个 IVF 吼，爱足侪钱。前提啦。爱足侪钱，就爱一摆爱差不多12万到15万嘛。啊，你毋是做一摆就成功哦。这个人工生殖，这个咱讲试管婴儿吼，那35岁以上的人吼，做上做就平均来讲，爱做3摆才会成功，就是要开45万。所以这里面，你今仔日甲补助2万，但是你无甲讲我后壁爱安怎样啊？我感觉这是无啥负责。啊，我讲，今仔日补助2万，啥人会出咧2万，啊后壁佫出1万。一定是这经济力量较有的啦。啊，结果无钱的人，你讲迄咱查某人一般拢较薪水较低嘛，啊，咱的收入较少。我今仔日青椒都无够啊，我搁去拍官，吼，青椒都无够啊拍官。啊，你出袂出这个钱，你都袂去做嘛。到尾来，政府是安怎叫做资源逆向分配？
讲你支持的人是一寡有钱的人，一寡无钱的人，颠倒用袂着，啊，这是违反一个社会的迄落。啊，另外咱的政府今仔日拄有讲着啊，咱政府一直讲囡仔伤过少嘛，吼。哈。嘛，医生嘛讲你按晚生吼，你会有一寡足侪并发症。变数愈来愈多啦，嘿。啊，咱讲政府的政策是唔好晚生，啊，结果你甲补助动乱讲，啊，无你后摆再生，这政策上是矛盾的。好，来，李主任，咱先停喺遮吼。我已经2票啊，吼，已经2票啊，讲这无赞成这政策。律师，你敢有赞成？我真赞成啊！我真赞成，唔是讲就是政治人物来用政策买票是好代志啦。但是我感觉今嘛，我赞成的是讲，我鼓励咱多元去支持女性，伊会当生囡仔的机会，还足侪机会去选择。你对家来思考。对，我是安尼思考，但是对着小主化的帮助，因为伊明确的提出讲啊，因为大家不爱生囝，所以我来帮助。你感觉这逻辑敢对？这无完全是对，但是其实我感觉动乱这是只是一个开头。咱上重要其实是讲动乱了后，你会当生囝啊，增加人口呗，这是真是问题。因为咱现在法规其实拄则讲到的，就是讲结婚了后，你才会当去用你的卵子。其实不止安尼，你爱是异性结婚，你才会当用你的卵子。你今仔你也是同性。你在台湾，你动100个嘛不好，啊，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是说，依照我们现在人口的趋势来讲啊，如果咱干嘛就是讲，咱加是爱增加我们的人口，如果这真的是国安议题，那咱来想所有的办法去开发所有当增加人口的方法嘛。那动乱绝对是一个可能性啊，只是你的配套是啥？你的法规有没有给这个女性？真的使用她的卵子的自主权，因为现在这样的做法就没有。因为他对医师有讲哦，吼，我歹势，唔是来甲你拍断，我是加甲你问你吼，讲医师是讲，你即马要生就赶紧去生，这个几率较悬。但是你若是延后了，变数愈来愈多。这个我感觉就是讲，对于女性的自主权的另外一种剥夺跟限制啦。因为现在为什么？大家欢喜甘愿就对了。对啊，因为而且还有每一个人生阶段不赶快，因为现在女性确实的是讲，以收入可能有一些比较低，但是这个状况慢慢的改变。那女性她有更多的可能性去选择讲哇。我现在有一个升迁的机会，结果你告诉我生育年龄明年到了，我现在要辞掉工作，登来处理生育的年龄，敢有安尼真明确的这个分界吗？意思？关于这点，阮定定伫门诊行一段，我的意见是安尼啦吼，这就是生物学不平等啦，医学的不平等啦。你对35岁，咱查甫人50岁、60岁，无一定要生一个还佫有机会，按个。女性对35岁了后，伊的生育年龄就我毋是伫遐，我echo 的孙英杰，阮毋是要讲一个恐吓，讲大家紧来做紧来动啦。阮就讲，大家了解讲，以后要来做试管婴儿，你35岁了后，你即使是用人工生殖嘛，真歹生，嘛真困难。所以应该，阮的医生的建议拢是讲。你喺少年的时阵，育龄年龄时阵，25岁至35岁，你也当主人生时，上好去主人生。对啦，他这个论述其实这个我也赞成，但是我的意思是讲，但是你嘛爱其他的机会，你袂当甲伊讲，因为你35岁了后，你可能就生袂出来啊。你有赞成，但是爱用国家的预算来补助吗？我感觉这是需要，因为其实咱。国家用足侪钱伫小猪化这个议题上面，咱爱重新去看说整个政策来的，咱用多少钱在这个政策上面，有没有效？那如果冻卵是一个更有效的方法，我当然支持啊。2-1吼，过来，这位吼赖小姐哦，伊是即马这 ING 哦，即马你家己有赞成要来领这2万块？若是为政策来看的话，我是无感觉，就是冷冻卵子加。小资化这到底有啥物直接的关联？啊，毋过若是为一个社会，也是一个国家人口发展来看，伊确实是有。那为补助来看的话，我家己是感觉，因为我是感觉，想要生的人就想要生。啊，毋过
我的立场可能甲律师较共款，就是我是感觉可能我即马无另外一半，啊，毋过我阁考虑到就是即马我的会所的卵子是上好的，安尼我就想要先去甲冻落来。啊，若是以后拄到袂歹的人，若是会使自然生的话，我嘛是感觉 OK。可是就是觉得，就还是提到自主性的问题。我觉得，我没有说就是因为我以前大概18岁的时候，我就想要生小孩了。就较早时就想要生啊，啊，毋过就是感情可能无顺遂，还是安怎啊？就是我是感觉无一定爱配合另外一个人来生一个囝安尼，所以我会想要家己的自主权想要较悬的，对，啊，我就想要去做这个动乱安尼。哦，所以你的这个想法是讲，你有补助我罔摕啊罔摕，这头一个。所以会产生头拄仔李首长所讲的讲，这个就是社会功能排斥个逆向的这个补助，敢会讲排斥着讲啊，你有钱人总是较有钱的人，吼，你有当去做动乱，你就是相当有钱嘛，15万至20万的这个费用嘛。啊，你有钱人我就给你补助，啊，你无钱人你连想你都袂去想啊，是毋是安尼，李首长？对，对啊，这个啊，另外咱就爱一个考虑，就是讲政府吼，咱今仔日要做一个政策，政府爱有评估啦。就是讲我给你落这钱落去，我会产生什么款的后果，这是政府负责任的。咱大家查某人，讲政府要给我钱，我哪会无欢喜？拢给我足欢喜啊。但是咱在徛在政府的立场，咱要做这代志爱有评估，吼，评估讲咱我想吼，足侪人吼，可能对这个动乱这个资讯吼是无够的，就是讲。其实对外国的，因为这个动乱的这个技术吼，正经开始做甲打差不多，从2012年到现在嘛，只有11年的时间。对，所以咱的研究吼，对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其实讲起来吼，相对于其他的研究是较低的，所以咱的资讯无够。而且即摆所以知影的物件，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动乱了后，毋是动乱，是保险讲你能保持伫迄个状态，但是无保证讲你一定会生一个囡仔出来。所以这个代志一定要清楚，政府要给你补助，无保险啊，你的成功率是偌济，吼，这你爱知影，吼，啊，另外一个就是讲，伫外国的资料安尼讲啦，吼，这毋是台湾单单一个资料，但是我感觉资料毋是真好用，所以我无爱讲。对外国大概平均吼20%的人动乱以后会去使用这个20%，5分之一了呢，无够20%啦，没有那个是不一样的不赶快的生殖机中心受理，不会到这个数字啦哈，平均啦这个数字，成功率哈，成功率看你对单位开始算，你若对2开始算，甲正经生一个出来，迄平均会用低于8%、10%，啊，那你若对讲。我知道你肚子以后8%、10%哦，嘿，很低啦。好的，这个他比较早，我看的数字很低。那如果你比正一个业务人员更较困难哦。如果那你若是对讲我放在你巴肚，然后开始算，吼，迄成功率可能就40%、30%。所以所以我讲国家你爱去评估讲，我今仔日落这钱落去，对后摆这个结果是啥货？唔是讲生一个算一个安尼，啊，另外佫一个费用唔是单单动乱的费用尔。后摆有迄个试管婴儿的这个费用嘛，政府来拢总补助，吼，你若要做接触动乱的人，政府拢总补助。安尼还有机会去用到，啊，若无拢总补助，迄足济钱，一个人是真济钱。要补较大的。不是只有，不是单单2万尔，啊，这2万我都有讲啊，这已经都是不管就是已经是财务哈逆分配了，啊，另外就是讲，甲政府的政策无下。我来请教吼，医生吼，医生你做过这个动乱，应该是。真有经验嘛吼，在你的这个概算，差不多成功率差偌济，在你的手头。我下课大早孙姐讲，咱1粒卵啦，35岁女性的1粒卵，伊的生以后会生一个囡仔，1粒卵就是5%，1粒卵就是5%，5%。40岁的女性伊摕1粒卵，不管是新鲜还是要甲动乱以后甲用的2%。40岁就2%，所以一粒就金光丸，所以你实在是足好运气咧，规个体质啥物拢真好诶，做一遍就生，啊，佫会当并起来做，佫生以后的2%，迄是真
真罕见，真罕见。哦，我唔知。我讲的这是一个客观的数字，这个数字我嘛看看。40%才2%呢？生殖医学会网站，阮有这个数字嘛哪些地方？我是认为讲，咱需要好要来动乱的遐女性，知影讲这个数字。你今仔日伫30个月的时阵，你也想讲，我即摆要动乱，我以后也是想讲，我一定要一个生一个囡仔，你也2栋20粒，我甲你讲嘛，1粒2%嘛，所以一个5%嘛，一粒5%，所以你差不多爱20粒，爱20粒不？20粒你可能还来取卵，你要2遍3遍。可能就像苏英姐讲的，30万就厉害啊！安尼就30万啊！问题你补助，敢若补助2万块尔，其实是杯水车薪啦。但是这个问题唔是讲因为安尼做困难呢，而是讲做袂到，咱就卖做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有冻卵的人啊，但是我感觉今麦的法规没有给我空间呐，因为我是一个未婚的人。啊，我的冻卵就是。法规没有空间，一定要修。但是我刚刚，你有共识啊？法规一定要修，明年一定修的啦。我这个保证明年一定会啦。对，就是讲，我刚刚政策上面，那要就是做一些比较多元式的开发，说，有哪些可能是可以增加人口的。但是咱每当讲无机会，是讲你的机会做谁，是讲哦，你已经过阮的生育年龄啊，我都无爱你这个机会。实际上，我相信律师应该无需要迄个2万块啦。我即马感觉迄2万块是一回事啊，但是我感觉这是政策上的理念跟价值啊，就是讲我们政府到底有没有看到女性在这个需要的时候，政府有没有伸出手来嘛？支持系统在哪里嘛？我有想办法帮助你，因为政府敢有其他所在帮助更较有利，更较。一定有，但是政府会当做会到袂？因为咱的少子化政策其实常年都一直投这侪钱在做的啊。咱少子化，我们政府已经在已经在补助这个试管婴儿了，已经在补助了。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选择嘛，他就选择了讲你已婚，我才觉得认可你。以前我跟你说，这个一定会修法，因为这跟补助2万块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补助2万块，这是一个政策的评估。我今日有能力，我要用在单位上有效。我今日用落去，我今日2万落去，结果家的人拢无要来用。我用下去以后，20% 的人回来用。我做一个民调哈，就问说这个为什么要冻卵这个事情？大家人不冻卵的原因，不是因为就业，也不是因为就学，而是因为他经济能力不好。第二个，他没有伴侣啊。第三个是什么？我先把它冻起来就好。这个态度哈，你去帮助这种第三个态度，你会昏倒，因为一到时就无要去用嘛。我都讲啊，这个如果使用率低、成功率低的时候，政府在补助这也效益就歹诶。我基本上讲效益不好。未来我们的医学更进步，冻卵的成功率很高的时候，那时候再去补助来要救这个少子化哈，我感觉迄我都会同意。但是以目前哈，咱的第一，伊个人个法规也不完整啦哈。我规人，意思就是讲，明年一定修。明年这个地方，我。因为现在已经大家这会成共识了啦，除了代理孕母以外，这个是一个共识。代理孕母反而有法案，这个没有法案，代理孕母没有。代理孕母法案在立法院呐，没有，我们查过了，没有过了，没有过了。我说没有过，可是意思是说草案已经比这个还完整啦。但我不是啦，刚刚讲立法院的运作，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就是说会不会过的是这个会过。不，咱先按改就来斟酌。今天应该同婚会过吗？同婚会，是现在比较有问题的是单亲不，单身女子。单身女子，我相信都会。我认为啦，这是在因为我们在推动，至少你署长有这个心啊，你来修订啊。这应该会过。那我只是在讲说，政府补2万这代志，嘟讲的，这个物件可能要做35岁以上的哈，至少要做3次以上。所以就是30万，你给他2万，然后每一年他们又是你动几个卵。我想到讲，我要问在座吼，即摆芊吼，如果那是政策甲你讲，你那是后手，吼，你要补助的物件，唔那是这个试管婴儿哦，试管婴儿啊，佫爱讲你安怎拄安怎，那甲你补助，比如讲即摆是6%嘛，吼，即摆几成？差不多4成嘛，吼，提悬，你敢有意愿
你说这个试管就是我 IVF 们4成啊，的扩大的补助方案，只有4成而已。4成尔嘛，补到4成。啊，提悬到6成、7成呢？你说后续的补助？对啊。我是感觉某一个方面应该是会使提悬。你需要顿定哦。因为其实我感觉他理事长讲的，伊讲的规个几个类别冻卵，最后一个是讲有个人就是冻在遐，啊，不过我其实袂想要安尼想，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定想要生，啊，不过若是我袂讲我可能有钱，我就开钱去冻在遐，因为其实注射啥物的，拢有一寡风险，然后个即马讲的就是法律嘛无讲有啥物保障，所以有时我感觉我甲医生咧对谈的时阵，我会感觉伊。给我一种感觉，就是敢若有弊病，然后我唔知影，比如就是注射的风险，我嘛唔知做咧，我有啥物发展还是安怎？其实做的时阵有的人就是泡泡嘛，啊有的人是做无爽快，对，所以其实后壁迄就是即马，因为我是即马疗程是我现在是第一个，就是所以你的医师无甲你明确100%甲你说明，无你安心哦。我是感觉伊无甲我讲一寡风险嘛是啥物的。我嘛是建议讲，阮医生拢会建议讲，阮会甲想要来冷冻卵子的女性解说讲，你的风险是啥物？吼，你想讲，巴肚会张起来、腹水啦、啥出血啦、啊麻醉，迄拢会讲啦吼。还有那个过度刺激什么？是过度刺激遐。啊，另外一点就是，就像大家讲的，可能那这卵以后是要安怎用？会使放偌久？啊，伊的成功率偌济，我嘛是感觉讲，这是另外一个重点，即摆爱讲的。有的人就是讲我即摆冰5粒卵，啊，我以后就5个囡仔，真侪人是安尼想。像三休五赛，35岁才5%，40岁才2%呢。是。我即摆是20几岁，所以我即摆我是签就是爱先处15个安尼。啊，毋过你嘛，因为我真是第一届嘛，所以你嘛无确定你第一届处的时阵，这15粒是不是拢是安全还是健康的？所以你嘛有可能经历甲即摆拢唔知影哦。对。迄啊，等10年了，你甲解冻了，你甲知影哦。你即摆冰遐，咱拢唔知影讲伊是健康的，伊是啥物程度，拢唔知影。对，咱是考虑到即种风险的问题时阵，我就会考虑到钱的问题。啊，若是像头拄主持人讲的，若是真正有保甲4成以上，可能6、7成的话，我感觉我的意愿会较悬一寡，因为我就是本地我若是家己出钱，我就已经咧烦恼风险的问题，然后我以后可能要人工生殖。啊，钱该足侪。啊，那迄2万块促销，完全来补助这种，安尼敢好？补助那个试管婴儿，对，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我感觉这嘛是当做的，但是就是讲，咱还是对象的问题嘛。哈，咱对象是。所以就是第一哈。其实我感觉，我无感觉讲，伫倒一个所在补助是对啊唔对，因为我感觉本来。那资源的有限嘛，有上好。对啊，也是涉及到分配，对啊，那你当开发各种机会，对啊，安尼算做咱有共识啊，有上好啊，无就爱好好讨论讲，无咯，我钱无遐济啦。钱要国家的迄个预算资源是一定的，啊，要用喺什么所在上有效？我感觉这是阮做一个团体伫送物件，迄是阮上大的迄个指导原则啦，指导原则啊，这个东西我们也，咱这个冻卵这在东西用到足侪钱下，迄拢无要紧，拢个人要去做，我拢无意见。但是国家要用这钱时阵，阮就爱看讲，咱目前的情况是啥物？我要讲就是讲，咱今仔日咱的这个法，你讲拄迄个试管婴儿的那个人工生殖法，事实上不完全，无完全哦。另外第二项就是讲。这个冻卵的人的权益没有保障，我想讲这句话，这重要，这足重要。为什么？这保障就用你人工生殖法无好。第二个，我们对于冻卵的这个软体或硬体的规范是0，目前是0，为什么我要讲？我们的人工生殖法里面有对于捐卵捐精跟精子银行都有规范，可是对于自己冻卵的卵子银行。都没有规范，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讲，今仔日你这卵哈，卵子，放在这个生殖中心，加在咱台湾的生殖中心讲袂歹，你放在遐放5年了，来这中间内面有啥人伫监视，讲这个卵子银行哈，
伊的设备是对啊唔对，有照起工伫做无？伫美国从2003年、2005年、2018年陆续的，2018年1个礼拜2起发生生殖中心出事情哦。是啊，嘿，所以伊迄趟歹去的，内面的精卵拢总歹去。所以我拄你讲，咱对这个物件，我只系讲，咱政府要补助，无要紧，拢无要紧，但是你对这个权益，这个动物人的权益保障，一定要先做好，一定要先做好。嘿，现在是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感觉其实吼，我还是非常赞成这个政策的提出啦，因为这个落实各有一段距离嘛。是啊，我跟安尼讲的原因就是讲，咱会听到足侪问题，听到足侪讨论呢，听到足侪咱的。对这件代志的不同的方面的意见啊，安尼咱才有可能讲更成熟往前走嘛。如果即摆拢无人讲，咱袂晓知影讲，做这问题是伫倒位啊？律师啊，我现在请请教你哦，迄卵子吼摕起来冻吼，这是算若是保险，算做这个财务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即摆应该如依照。我是要倒3险，产险还是要倒财务？算财务哦。依照台湾，因为我们是在人工结合，就是那个卵子跟精子结合，一直到有生命的啊，个算物件，对，啊，个唔是算人命，是无算。所以这若要保险，爱保这个物产。是。哦，啊，袂当啊，嘛会当保意外险吧？但是今嘛，咱的有他们的保险公司是说，这个卵放在那里。不要被破坏嘛？不是，对了，就是说他保持他20岁或30岁的状态啦。好，不是也不是保证说他会不会破坏掉，没有保证这个哦。他只有保证他的状态在那里。可是解冻的时候坏掉的时候，他不保险哦，坏掉就坏掉，另外代志啊。当然啦，这就要问医师啊啦。医学会的成功率是80%嘛，解冻率是。这保单可能真贵哦。迄解冻的存活率啦，解冻了会受精无？就第一关就唔知啊嘛。医师，我请教一下，这若要算起来吼，这精算书吼，一算起来，这张保单真贵哦。什么啊？保单哦？嘿，这张保单真贵哦，因为你改动了，无人当保证讲会当。所以，但是医学上说他会保持当时的状态。阮拢讲这不是保险，我们本来就不是保险的概念。这是有的团体讲这是一个保险哦，我保叫你年龄的保险，不过阮伫个医生的立场是，这不是一个保险。我无咧甲你保证讲你以后一定会当生。阮伫个阮网上的写上，冻卵第一件代志讲，无一定会当甲你保证以后一定会当，伊唔是保险。我用苏英姐一个共款的概念，就是讲，伊有小可感觉你去买乐透共款啦。你35岁来，你来甲我买乐透，何意思？我要买乐透。我甲你讲，我一张乐透，一张是5%的机会，你要买几张？吼，我买20张好。啊，你40岁，你也要甲我买乐透？你一张，我甲你讲，我今摆你40岁，我卖你一张乐透，一张是2%以后，得奖的机会是2%，你要买几张？你要买50张啊？是这个概念。啊，你买20张，你无一定会生2个。你买20张，嘛有可能一个拢无。伊毋是一个保险。我绝对反对讲，咱甲一个冻卵这个代志讲，伊是一个生物的保险 ，biologic insurance， 无，伊毋是保险。啊，所以这保单应该无。我的意思是讲，因为这后手吼会产生真侪纠纷呐。没有错。如果你若动乱吼，内面这动乱的机构吼，动乱者啊，内面操作的人员吼，这拢有民事的纠纷，甚至还有刑事的责任嘛。啊，这应该嘛是爱被讨论啊，律师。对，这法规吼一定要成熟。我拄单单讲到硬体尔，啊个软体的，就是讲我今日去动，我若到时我出袂出钱，啊，迄病院才一大堆，迄中心才一大堆卵子底下，伊要安怎处理？这嘛是一个部分，对吧？这个都是其实你跟一开始就会有签约啦，然后感觉这无哈。因为这种医学行为其实有类似的模式，但我刚刚医生刚刚讲说乐透这件事情，我刚刚就是讲做冻卵，然后被行因啊。如果假设咱改讲真拿乐透啊，我觉得这按过你英语的，这是比喻，我不是讲这个，我是讲比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咱会当选到的时阵，但我就是要讲哦，那我们就让民众知道这些资讯，那还知影讲，你做这个
决定了，你会发生什么代志？啊，你的资讯金管会顶头拢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啊，风险然后就是你要给人民，就是讲你卖，代替伊去选择嘛，你还有机会嘛？你当人民去做一个主人，是说，我自己有权利，没有禁止冻卵哦，我们没有禁止冻卵。没有，我是说现在其实整体的政策上面，其实冻卵是没有办法达成。他后面想要做的事情嘛，因为譬如说，我就是还是要重申，我冻卵了，我的卵子是我的，但我不能用，所以所以你就应该去反对现在补助啊，你的态度应该是反对。没有，我觉得不用反对啊，因为我干妈不是，我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做的事情是说，政府要先把这些法规都健全了，我们再来思考。弄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是会觉得边走边做啊，因为就是讲我们有更多的资讯多元去促进一件事情的进步啦。对啦。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想说，哎呀，我都做到了，我100%，我觉得已经可能是。代志一定无可能，咱应该四位拢相信讲，代志应该是无可能一摆。王树像鸡尾炮啊，大鸡都拔透透，无可能。可是基本的保障要有啦，我都基本的物件是啥物？而且讲女性的身体自主权，女性不是生育的机器，这前提我相信在座四位拢应该是同意嘛。只是讲国家的资源我都无遮济钱，我要拨来倒位，还是拨来倒位，还是讲？无喏，我认为这2万块是介重要，是这种政治性的宣示，讲因为国家有咧重视。但是我要来请教在座上少年的芊芊，那在你来讲，你认为以你的年岁，要互大家真快乐，当年岁这个女性要真快乐，要来生囝，你感觉上重要是啥物啊？我这个年岁因为即马目前我的工厂就是同窗，伊差不多拢有就是都拢有生有的已经有生囝啊。毋过就是那是回到前面的问题，就是我现在没有另外一半，但是我还是会想要有小孩的时候，我都还是想要有这个机会。毋过我嘛想要讲，他的律师甲理事长有讲到，虽然2位是一个是徛就是爱并进嘛，一个是可能感觉法规爱先有。我感觉因为政策这种东西本来不是一触可及，所以你就是要慢慢的，就是没办法齐头并进的话，你是要慢慢的发展嘛。那发展是如果已经有这些像我们这些少数人已经有想要当的念头的话，安尼我们要去对有找，像我正常咧找资料的时阵，我就找这久的。每个国家我都看了一下，我都想说，那为什么台湾没有类似的？就会觉得我想要知影资源，唔知要去倒去找。毋过国家唔是爱互阮一个保障，因为阮可能是一个少数族群，毋过阮想要做这件代志的时阵，无法度了解，毋过佫就想要做的时阵，所以我感觉补助一定是加减有淡薄仔推进的感觉，毋过主要还是就是保障补助，我感觉拢爱继续就是。这会去推，安尼较有用安尼，对。嘛是，我家己我自己会比较在意的点是，就是当然我本来就很想动，但是会让我就是想去动，然后其实有一点阻力的，就是刚刚理事长讲的那个法规的问题。其实我自己再去咨询医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我真的不知道。对，那芊芊基本上3项来算吼，一个是对，这不是钱的问题。一个是2万块，一个是后手，互你补助讲，你咧人工生育的时阵，互你4成以上的补助，更加济，6成，一种是互你法令会当互你解脱，讲你独身啊，你会当家己生。这3个，互你选一个。我袂使拢选哦。人就是遮贪心啦，人就是太贪心啦。我啦也不能讲贪心啦，这个是。无人我唔是讲真正迄贪心的意思。对啊，上一完毕也选对。大人才选对，囡仔无咧选对。对啊，上完毕当然是。我要提一点就是讲吼，其实台湾目前吼对咱上重要吼要。这个少子化这个问题是一定要有一个友善的生产环境，所以友善的起因的环境。但是咱台湾在生产的环境上，我想我们已经做了很多了，好，包括生产事故救济条例，迄我熟的哈。另外就是讲囡仔生出来，咱即摆都看到经济问题嘛，
找无翁某的问题嘛。所以这个两个代志，政府安怎甲咱解决？咱政府有足侪迄个补助，比如讲产假啦、陪产假啦、安胎假、育婴假，还有我们小孩子的那个托育的补助，这东西朝着过去研究说少子的原因是啥货，所以咱做足侪的物件。啊，遮尔侪的物件，互咱啊，咱那个歹死理由伫倒？有就是找无。经济其实也是真无够钱啦吼，啊，都薪资去摕嘛。第二个就是讲，就是讲找不到伴侣，你若一日敢毋叫伊加班，啊，坐喺电脑头前，这人无出去外口交朋友，都无可能有伴侣嘛。你说你安尼，这咱第二集啊，你讲袂完啦。这是社会性的原因不，那个是另外一个，所以我意思是讲，这个代志，咱今日补助有解决这问题无？咱若无解决这问题，咱去做补助都无意思，因为足侪人都是无爱生。我相信吼，律师一再强调的是另外一个时刻啦，就是讲，个政府单位或者是国家应该开放多元，吼，大家有选择性，吼，应该也是甲理事长所强调的无相冲突。对，只是讲资源要摆在哪里，前前后后，吼，前前后后啦，吼。但是我相信是第一就是讲，嘿，法令吼，咱国较担。生殖法，吼，包括着独身女性会当家己，要能够使用嘛，吼，会当用袂，吼。那明年吼，理事长有甲你问哦。我是感觉讲同婚一定会过啦，啊，单身的话可能有一点，有小可安尼，但是我相信会。无理事长安尼是什么意思？因为有人反对啊，哈，系啊。无啊，你就爱讲一寡赞成的话，互一寡反对的人听。啊，我就讲，阮就伫杀啊，阮就伫杀啊，系啊。哦，无我互这个律师讲一个，帮助你一寡话吼，互理事长带转去。是哦，就是讲他单身的部分嘛，对。主要是讲咱是啊一定爱鼓励讲。就是一个家庭，然后婚姻内，我干嘛在数据上我们离婚率这么高啦？老实说，这个自然就证明说，婚姻不保证孩子的健康成长。我们今嘛都在还离婚的囡仔跟着不同爸爸妈妈住的都很多啊，所以本来所谓的一夫一妻，又或者是说未来假设有同婚，他都不会保证孩子的一个快乐、健康、身心成长啦。因为这本来就是咱限制单亲的最主要原因嘛。那单亲伊会发生的问题就是讲，爸爸是啥物人？啊，咱得想办法去规范爸爸。就是谁精子也主人，他未来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啊，我们去考虑说他们以后有没有，譬如说一开始的同意要不要相认，或者是说他同意他以后在他的法律地位是按照还是连续剧顶级的哦。我讲这艺术不是讲大家讨论家，我艺术讲这都是技术伦理问题，这都是可以克服的，不是讲哦这困难，哦这想起来问题都多，大项代志问题都多。但是那法规不是没有可能去克服嘛？那因为譬如说，那我们说近亲会有伦理的问题，近亲结婚会有伦理问题，那法规就限制就好啦。啊，如果你觉得要单亲的女子生孩子，她如果是用自己的卵子没有结婚的状况，会出现什么问题？按我们法规限制就好啦。芊芊，你讲有可能讲你可能找还佫在目前为止你看无即你介意的男性。你家己要来生？我18岁的时阵，就是本地就是拍算以后要去美国做人工生殖的，就是要找迄捐精银行。哦，你意志真坚强哦。对，我18岁时是安尼想，因为迄时阵就是可能跟我家庭因素较有关系啦，所以我嘛是赞成律师讲的，我感觉无一定是健康。一夫一妻的家庭才会让一个孩子健全。对了，就是之前我的朋友可能会跟我说，可是我就跟他说，可是我会给他双倍的爱，或者是我有办法，就是让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成长。对，就是比较着重还是我之前就是有，因为会想要去国外捐精的银行找，是因为台湾目前就还是没办法通过像我们这种单身女子的人，那我就会想要去找办法，而且其实就是国外他们精子银行已经做得非常的好，就是他们会有。就是筛选器，你可以筛，就是你 IQ 要多高，然后你的样貌怎么样，然后头发颜色什么，然后你配对出来的孩子会长什么样子，他都帮你有一个模型弄好了，所以你对你的未来会有一点想象。我觉得在台湾，我刚刚在台湾来对的是，
我无迄个想象，我唔知要为对去。真正你佫讲到另外一个医学伦理的问题吼，这我来请教侯医师吼，先侯医师来讲，因为我真正有朋友在美国安尼选，我讲我要选 WASP 啦，正安哥咯，吼 ，Saxon 的白人，吼，而且社经地位一年要偌侪钱。 无犯罪记录，这个满足哈，可能无穷大的，很难做。因为我在台湾，我说我要一个，你要开放让外国的精子也进来等等的，这个问题很大。但是我说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讨论。我先请教医学的意见啦，哈。无啦，阮即摆伫咧台湾，即摆落咧做捐精捐卵啦。就是讲，按个捐精捐卵，阮有一点来讲，咱袂当有啥物交易，就讲吼，我即摆要选这个是，伊是大学毕业的，啊，伊是研究所毕业，所以我。 即卖袂当选这，所以咱即卖台湾的人工生殖法要做精卵捐赠，袂当选，你上计选血型而已，血型，你袂当讲哦，我要一个哦，我一个想象中，伊是要医学系毕业，啊，也是讲伊这个是偌水啊，和阮某的相貌有甲像无，这拢袂当选。这就是要烦恼讲以后，你也是会当选，你就物化讲哦，我这个精子。 哦，伊是高中毕业的，啊，到以后伊毕业的，啊，较侪钱，哦，即个有读较博士的，哦，我爱较侪钱，所以问题，伊即种伦理的观念是，咱伫咧台湾的精卵的捐赠是袂当选。我想以后嘛是可能会对这个方向去进行讲，就算讲以后单身女性开放讲会当。 使用这个捐精，可能嘛无法度像讲啊，我要先选一个，我想象中是一个哦，身高175的哦，篮球国手，袂当安选。虽然讲阮的资料拢有啦，资料迄生殖医学中心资料库都看得出来讲哦，这个捐精者伊的身高偌济，肤色安怎，其实肤色差不多啦。事实上拢有，但是袂使甲你讲。So life is just a box of chocolates. 甲你配血型安尼尔，肤色也袂使，但是这肤色也台湾，肤色也在培养讲，你在台湾肤色其实差不多啦。可是芊讲诶，他说的都比较是美国这种比较先进的国家。其实我想要讲的是讲，咱今嘛有些人甚至的是讲，为了要生小孩，没有很多钱的人，他去哪里？乌克兰、泰国、缅甸这些地方，咱台湾人都有人去。咱乌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咱的囡仔伫迄。 乌克兰的医院就是他冻卵，然后人工生殖，每当等来啊，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讲，其实这个市场这个需要是确实存在的啦。咱讲不爱学人做，还是讲法规没有开放，其实伊袂当解决问题，伊会下足侪有能力的人去美国做，还是去加拿大，还是去欧洲，还无能力的人。 去医学落后的国家这这其实是咱国人引发更多的医学上的风险啦，就是讲无安全啦，无健康的代志。这个问题我们在以后可以再深入的去谈，因为这样讲好像那个整个里面的架构不够了哈。我要讲的是说，今天咱要解决少子化的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现在是这样，限制要。 可以生、愿意生的人，你限制他不要生，像用同婚，还是讲单身的女子，哎呀，不死的人一直国家也去死，系啊，这问题，所以第一首要就是要开放这个 IVF， 就讲 IVF 这个物件吼，包括吼人工受精，那就连人工受精嘛袂使做，那无结婚拢袂使做，人工受精就是我把精子放在你的阴道里面，这拢袂使，这种奇怪嘛。 所以，假设说我们的单身，或者是说这个女性单身女性跟同婚的女性，她有能力生，想要生，啊，你用法律甲卡条，讲你袂使生，啊，再叫遐不爱生的人讲你紧生，我搁互你钱啥，这个是矛盾的啦。所以我们现在让愿意生的、有爱心想要生小孩的人，哈，赶快去生。然后呢，那些不想生的人，我们再去想办法。这一块这么多的女性在那里。 可以生很多小孩子出来，你又不用花钱，你只要把法律修好了以后，就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可以。哇，但是我姐伊讲三项伊拢袂呢。我来，上基本就是伊无在乎钱啦，人伊拄有讲伊无在乎钱啦，伊个美国生的人那里，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在说他有没有自由度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冻卵这个事情跟女性的。 自主权或是生育自由权啊，其实是没有办法搭在一起的，因为你今仔日你讲我冻卵了，我期待我下摆一定会生，这叫做生育自主嘛，还是用生育
自由嘛。你后摆若是讲你冻卵了后摆袂死，你哪有生育自主的问题？你都想要死阵无囡仔。这我有淡薄仔吼想法吼，等互大家上后尾吼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吼，互大家每一个人发表，就是讲，我有效无效吼，我袂要紧，但是我有即个基军啊，然后压起来，我即个人的人生吼，我就感觉有希望有意义，吼，买一个希望，当一个希望。Fine, OK. 没有人反对，吼，无人反对嘛，吼，所以只是讲，咱国家是有钱无钱而已嘛。吼，你的国家的钱在哪里？无，今年还佫会退呢，今年还佫有1000亿的，佫超，咱今年税收袂歹，佫超前，佫听讲。这个是这样子，是退税这个事情是全民的事情啊。那个补助的话是补助到比较有钱的人，好，所以这个差异在这里啦。好，上后尾5分钟吼，一人吼，我先何医师来讲吼，生理上咱拢真理解吼，都有所限制，每一个人拢有限制。但是你会建议讲，若要从事有这意愿的人，或者是无这个意愿的人，你拢会安怎甲讲？上后尾你要来，不管是甲可劝也好建议啊。我是感觉讲，伫个医生的立场是讲，也是会当生。是应该伫个你即摆少年的时阵，生育年龄的时阵，尽量即摆就生，即摆无法度生，即摆紧去找医生帮助你生，紧用不孕症的补助的预算帮助你，即摆来生，即摆就生，唔当囥啊5年、10年了后才生，安尼才对你家己的身体，才对国家的生育率较有帮助，即摆就去生，即摆就生，来，李司长。在这冻卵的这个议题顶下，因为足侪人想要冻卵，我对伊的权益的保障，我感觉足重要，就是讲，今仔日足侪人唔知伊冻卵了后，他的那个后面的成果是什么？所以呢，在医疗院所里面提供这种服务的人要善尽告知的义务。所以呢，就是讲你冻卵的时阵，你今仔日这个后摆你的成功率是偌济，还是讲你要弄这个成功率啦、使用率啊，这拢爱讲互你知影，你充分了解以后，我再去做一个做冻卵这个物件，你唔好讲，因为外口拢讲安尼，买保险就想象得很好。我相信你基本上拢会爬文啦哈。我不一定因为外面的资讯，老实讲，你去看外面的资讯，伊拄讲的1%、2%、8%会出来袂？伊拢甲你讲足好的，伊拢甲你讲足好的嘿。所以听咱心肝改讲。不然我现在是讲要诚实的去把这个资讯吼。大家这个要冻卵的人讲，包括法令上现在的限制，都要让他知道，让他愿意说啊，我怎样安尼，但是我也是想讲，我即摆紧冻后摆若法规通过，可能5年我就会当用啊。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告知的程序，是我们现在一直叫政府立刻要做的事情。执行来透明了哈，那就是。我也想要甲，就是讲想要冻卵的人讲，就是讲你。开始被冻卵之前，你还可以了解这个事情对你的身体的风险，而且你未来的不管是你冻卵之后，你以后的路是什么。但我同时嘛是被底下我们国家立法委员这些诸公说，就是其实现行法规真的太落伍了。现行法规让我们的卵子不是我自己的，让我没有办法去增加这个，不管是增加国家生育，又或者是我想要拥有我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不能用不同的途径？我的权利完全被剥夺跟限制。是，来，倩倩。我就是迄个，就是想要生，毋过即摆佫无法度生的人，所以我嘛我甲即个动乱的看成一个机会吧，就是我感觉我对我未来选择有一个机会，毋过嘛是想要讲，就是我即摆咧咨询的过程中，我就是感觉资讯不够透明，我不知道它风险到底多高，然后再加上法律没有一定的保障，我的确蛮害怕的。可是我还是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可能想要冻卵的女性，她们就是害怕，伊会惊讲，我即摆就是拢无透明，嘛唔知有啥物资讯，所以伊唔敢去。过伊确实是伊要生，即摆嘛可能搞共款，无一个人会使搞我做伙生囝的话，阮遮的人是袂安怎？对，就是我即摆就是较惊吓，就是以后。可能人工生殖的方面，我即摆是要怎保障我家己安尼。但是你头有讲你找资讯找啊真麻烦吼。你是有找到官方的即个国民健康署，
去找到，还是讲去医学这网站去找这相关的资讯吗？有像头仔何医师甲你讲，哇，这5%、2%、8%安尼，你敢有找到相关的资讯？若是国家的资讯的话，无。啊，毋过我较电我有去迄国健署找过。啊，我比较多的资讯是来自生殖中心、生殖医学中心，像国外的或是国内都有。国内的像什么就是刚里面有对茂盛啊，就是比较知名的生殖医疗中心，我都有去看过。嘿，我就是感觉就是。我这嘛是我感觉较困惑的所在是，我国家的资讯我找无，啊，我等下去找医学中心，啊，有诶若是较私立、较不知名的，我都会惊讲安尼这资讯是，嘿，我就是惊这正确性啊，而且这会影响到我以后的风险。其实我就是感觉就是就是走路，在走这个过程中有点是半信半疑的感觉。可是我又很想要生孩子这个念头，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是在选择风险性的选择，有点在赌的感觉。对，所以这国家应该有角色在遮，在资讯完全透明，或者是尽量会让传播。好，咱节目嘛有咱这尽量，感谢收，感谢。